奶奶，弟弟，俺认得不？奶奶也可以这样妹妹子吃哈？俺不穿的咋？俺不醉咋？哦，俺不来办哟。弟弟，你要等子出去啊？哈？哎呦，你哪开心噶？吃着手一下。俺不来看那个是个？哎呦，哦是个，一到少年再欢喜，那是俺不？俺是个。哎呦，放个屁哇！侬那是放个屁啊？啊？哦是个。哎，现在这面孔卡卡着，像满姐，是个。哦是个。哦，俺不在忙也来看那个，是个。啊？哦是个。哎拜拜。哦一个。少年再欢喜呢？哎不啊。是个是个不是懒妹子，不是懒娘，不是外公，不是外婆啊，是是大姐了啊！我还天天念经啊，崇山节约，崇山观世，崇山大男子。两个人啊？哦是个是个，没我都吃了还。冷了，不要吃了。你那还吃？吃个哈？哎呦，那个汤斯开杯啊！啊！笑他！还不吃饭饭的，好香啊！哥哥还不就那三个菜呢？鱼汤、猪煲、青菜、炒烧，对了，到孙子一来吃饭，还不开心不得了。两个白眼狼出去的，你那明年情况哪个还吃的？那个是天伦之乐，所以很多人讲什么丁克啊，我是不同意的。人的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，那个一数记得把握，再有动力还没用。哼，有样子的。尤其是女的不重视母亲的呢。对你这辈子到世界上来都白走了一趟。这个就是我的观点，我最好他们再生一个，大了不断奶了我来领。你当妈讲，我要一个姐姐妹妹，这样一个哦，还大。